花式艺廊来看新北市有18座的公车亭，结合着诗人的创作，互咱的乡亲会当拿单车拿来欣赏这个诗作。最长的春联卢汉秀。徛伫三角国小公车牌仔前，诗人罗汉秀朗读家己的诗，看到作品伫公车牌仔看板顶，伊真激动。这么大的候车点，哇，非常有气势，非常磅礴啊！这首诗名为《上长的春联》，伊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三峡的地理甲人文特性。这个自然的地理环境有3条溪的汇流，然后呢，老街以前它是茶叶，是樟脑，是这个染布的集散地。诗人将诗结合地方的特色，民众嘛利用读诗的时间放松心情。民众等公车不要只是滑手机，现在来到新北市，你可以边等公车，还可以欣赏诗人的作品。那民众其实在等车的空闲时间可以欣赏，那让步调可以缓慢一些，那也减少一些心灵上的烦躁感。真用心的公车时亭变成装扮新北市的城市美学，民众伫等车的同时，嘛会使享受充满诗意的艺文美感。